大家好，我係探員剔，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咧，最近喺呢一個泰國發生嘅重大事件啊。咁啊，呢一個校園嘅案件啊。咁啊，由於要避過呢一個 YouTube 嘅黃標啦，咁所以用嘅字眼咧就係你明我明，大家都明嘅，咁所以大家知啦。OK，嗱，案發地點咧就發生喺泰國嘅曼谷西北部嘅暖武里府，即係呢個地方名嚟嘅。咁啊，當地咧有一間歷史悠久嘅學校啊，發生咗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安全事故。咁啊，根據泰國嘅警署嘅新華社同埋當地嘅新聞媒體嘅最新確切嘅消息咧，咁啊呢一件案咧已經喺校園現場啊同埋相關地點造成咗多人離世，以及10多名嘅人受傷嘅。咁啊，泰國嘅總理阿努廷啊，亦都係第一時間咧就趕去呢個現場處理啦。咁啊，根據警方嘅調查證實啦，咁啊涉案嘅疑犯啊係該校一名14歲嘅初中學生做。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呢條片同大家講下呢一個事件嘅經過同埋相關嘅背景啊。好啦，咁啊，首先咧，案發當日啊就係8月7號嘅早上，大約9點半至10點半之間。咁啊，當時咧呢間學校喺度正常咁樣上緊堂啦。咁啊，根據校內目擊嘅學生描述，咁啊涉案嘅少年啊，當時就身穿紫色嘅運動衫，喺校園大樓咧就發動襲擊嘅。咁啊，警方喺現場調查之後證實啦，涉案嘅少年咧喺現場一共開咗26槍，26槍嘅。咁佢用一啲咩武器，大家都心中有數噶啦。咁啊，執法人員咧隨後亦都喺佢嘅隨身書包嗰度啦，檢獲大量未用嘅備用子彈，即係其實咧佢仲有更多嘅子彈嘅。咁啊，事發之後啊，當地嘅特種部隊同埋救援人員咧送出就趕到現場疏散學生，咁啊並且封鎖呢一個校舍。當搜救人員啊深入調查呢一個校園大樓嘅3樓，發現啊呢一個涉案嘅少年咧原來已經喺現場啊自行結束咗生命。咁啊，通常呢啲校園嘅槍擊案咧都係會咁嘅，即係個兇手咧已經俾特種部隊包圍啊，已經係唔能夠再進一步嘅行兇嘅時候咧，通常佢哋就選擇呢一個登出噶啦。呢個其實係都幾冇仇報啦，簡單啲講 ，OK。咁啊，根據呢一個泰國警察嘅深入調查之後指出，原來喺呢一個校園嘅安全事故之前啊，即係佢呢一個少年啊喺返學之前咧，竟然啊已經喺自己屋企啊對自己嘅祖父同埋祖母咧採取咗一個好極端嘅行為，咁啊導致咧呢兩位老人家咧其實已經喺屋企咧身亡噶啦，即係佢做呢樣嘢之前咧已經係了無後顧之憂噶啦。咁啊，警方咧根據呢一個調查物證之後證實，涉案少年所使用嘅槍械啊，即係兇器啊，咁啊原來係登記喺佢祖父名下嘅，即係合法擁有嘅槍械嚟，咁所以就係呢個解釋咗點解佢會有呢一件武器嘅。咁啊，根據呢個資料顯示啊，呢一間學校咧叫做德布西林學校。咁啊，當地喺泰國係一個非常之著名嘅傳統學府之一嚟嘅。全校咧有大約3000名學生同埋150名教師左右，咁係屬於一個你當係名校咁嘅嘢啦。OK， 咁啊事件發生之後啊，無論係整個教育界同埋當地嘅社區，成個泰國都受到一個極大嘅衝擊。咁啊，呢個泰國總理咧事後喺聲明嗰度咧就表示啊，極度之悲痛，並且呢個醫療團隊會全力救治呢個傷者。咁啊，同時警方咧亦都要求有關部門咧就作出全面嘅調查。咁啊，包括喺校內嘅教師啊，同埋一個學生嘅，到底了解翻個兇手點解要做呢樣嘢呢？到底係心理唔平衡啊，定係學校一啲欺凌嘅事件，所以就引起佢作出呢個報復行為呢？咁啊，仲調查緊佢個行兇目的嘅。咁啊，當然啦，發生咗呢啲咁重大嘅事故啦。咁啊，當地嘅教育部門啊已經採取咗呢一個緊急嘅應變機制，咁啊為校內嘅師生咧就提供咗啲心理輔導同埋校園嘅安全檢討嘅。
好啦，咁啊，跟住即係隨住呢一個案件嘅細節咧，咁啊陸續公布啦。咁啊，當地嘅媒體同埋社會嘅各界都開始即係到底即係研究翻呢件事啦。咁啊，第一就係呢一個未成年人啊，點解會取得呢一個危險物品嘅槍械嘅管道啦？但係頭先講咗啦，因為呢一把嘢咧本身啊就係佢嗰個屋企人，即係佢個祖父合法擁有嘅，即係有登記嘅啲槍械。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就似乎係一個家庭嘅安全保管問題啦，係啦，咁啊，即係呢一樣嘢，但係咪俾一個未成年人咁輕易入手到呢啲武器，即係到底佢嘅家庭嘅管理係安唔安全呢？咁第二都係嗰啲嘢啦，咁啊青少年嘅即係佢嘅心理健康啊，同埋佢一個即係同埋同槍之間嗰個關係啦。咁啊，到底點解係咪因為佢喺學校遭受到一啲情緒問題啊，或者俾人哋壓榨等等呢？到底個原因係點呢？咁呢一個當地嘅教育到底係咪有冇出現到問題等等呢？咁呢一個咧都係佢哋而家調查緊嘅嘢嘅。好啦嘛，呢一單咁嘅發生喺泰國嘅校園事件咧，咁啊為當地社會當然係帶嚟咗極大嘅沉痛啊，同埋反思啊。係啦，咁啊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呢啲校園案咧多數都係發生喺美國噶嘛。你先有聽到喺東南亞咁啊，當然極少啦。總之係啊，即係除咗你喺啲電視劇入邊見到啊，啫。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喺亞洲地區咧，要獲得呢啲咁嘅即係呢啲槍械咧，其實係非常困難嘅嚇。你唔能夠喺正常途徑入手啊嘛。即係你美國，你起碼可以去你超市都有得買槍，但係你喺東南亞地區咧，譬如你日本啊呢啲、香港、中國咧，你要入手槍械咧，個入手途徑係非常難，所以好少會發生呢啲事。咁但係所以今次單個案咧都幾震撼咯，我只能夠講係啦。咁啊，總之大家咧即係其實讀書咧本身即係校園期間本身係人生咧最無憂無慮嘅一段時光啦。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最起碼我諗翻起我自己讀書嘅年代咧，雖然唔能夠話好快樂啦，咁啊，但係最起碼我係幸運嘅，因為我當年咧即係同大家講過，我係咁瘦。即係身體又未即係好瘦嘅一個人啦。OK， 我係咁啊，亦都但係好彩，因為我自己性格圓滑啦，當年咁啊，亦都好在係冇受到欺凌咁喺學校。咁啊，加上我哋個年代就比較好彩啦，冇即係冇啲咁複雜嘅關係。咁我自己嘅中學時期咧都算係一個你可以話係無憂無慮嘅，係啦，即係可能你可以話冇乜特別咯。但係整體嚟講，即係陪我又同啲同學踢波啊，咁啊又講下打機啊，係咪先打拳王咁樣，咁啊都算係快樂嘅。咁當然讀唔到書呢個係我自己問題啦。OK，咁所以我就希望咧，即係大家喺呢個校園上咧，即係同你同學就比較相處比較好啲啦。咁啊，如果真係遭受到啲欺凌嘅話咧，咁啊要話俾你信任嘅人聽，最好同你父母講啦，同先生講咧都係冇乜用嘅。佢哋基本上同學校一擔擔，佢哋都唔想搞咁多嘢，即係影響名聲。即係希望即係盡量同你嘅家長係啊，即係好認真咁樣講咯。因為如果你家長都唔幫你咧，咁啊非常困難噶啦。咁啊，到底你係咪要去反抗咧？呢個就你自己判斷嘅情況。因為其實呢啲嘢咧好難，其他人好難幫到你。俾着你啊！你唔係俾人欺凌嗰個，你都唔想理咁多嘢。其實呢個人之常情嚟 ，OK。因為就如果好老實講啦，如果啲情況係你想救嗰個俾人欺凌嗰個，但係可能嗰個人係唔會多謝你。佢仲覺得你多管閒事咧，你咁搞一搞佢哋恰得我仲勁，係嘛？真係好心做壞事。咁加上可能你幫完佢之後咧，人哋欺凌你咁樣啦，OK。咁所以呢啲嘢咧，我覺得真係只能夠靠自己企翻起身咯。譬如我而家都俾人哋攻擊緊啦，咁你見到我唔係空口講白話，我係真係反擊噶嘛，係咪先？即係我係以身作則話俾你聽，即係俾人講係啦。你當然啦，你要做嘅嘢做咗啦先啦，係咪先？如果對方都係繼續，咁你咪反擊咯。係嘛？所以你一定要反擊㗎，你唔反擊，啲人係唔會話佢唔會突然間良心發現之類嘅。咁呢度我就講多咗啦，當然。咁啊呢單案咧，最後講翻就係咁啊，希望大家小心啲。好啦，咁啊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咁啊大家有咩都可以留言講下，咁我哋就下次見啦，拜拜啦。